台南东山白河千尾碰干饭咧大出，今年顶半年因为靠花无雨水，农会是预估讲今年产量平应过会减少2成以上，目前计销是无受到影响。农民也讲，因为今年无水的关系，有较细粒，毋过甜度也对咧增加。一粒粒青茎叶的碰柑，搁伫咧树仔顶等伊变黄。早未开始，台南东山白河地区的碰柑就正热三季。不过因为今年顶半冬等无雨水，地区碰柑迄当时等要开花，受到真大影响，花拢开袂起来，造成有开满花现象。东山农会指出，估计今年产量减2成以上。最主要是靠花，无生，有生进了，若准讲万花，进了细粒，足细粒搁青。最近有的万花拢无通加，产量绝对今年减啦，减到有3-4成，以用安尼啦。台南的青皮碰柑大部分拢种伫咧海拔300到500公尺之间的山坪。农民讲，这特别好食的关键，主要是靠日夜温差。天气愈冷，碰柑就哪黄哪碰，因为无雨水，果粒整体平均嘛平永年较细粒。不过季节甜度煞甜得甜不不。东山农会表示，今年碰柑一斤30至50块，目前计小平均。就低耶，很多汁，很好吃。但是你跟我说要干嘛的吗？哦。预估今年的青平碰柑因为到12月中可能都还有那个，民众还是有买的机会嘛？对。白河区公所即嘛当咧规划办相关活动，因咱算伫咧11月碰柑大出的时办碰柑节，替农民斗相共行销在地碰柑。记者李新福台南采访报道。